5章15節講乜嘢啦？嗱，保羅提醒我哋吓，佢話你們要謹慎，即係話要小心吓，無論是誰，即係話所有人啦吓，都不可以惡報惡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眾人，要常追求良善吓。嗱，當我睇第一句嘅時候咧，佢話你要謹慎啦嚇，個個都要小心，唔好輕忽啊，唔好疏忽啊，唔好唔小心嚇。佢話無論是誰咧，都不可以惡報惡。呢句説話大家會明白嚇。無論邊個都好，你對所有人咧唔可以以惡報惡。英文就話 evil for evil 啊。我哋中國人就話你做初一，我就做15啦，啊！英文就話我要同你 equal 啦，係唔係啦？啊，聖經唔係咁講啊，永遠要記住吓。負面就係話有人得罪我哋啦，我哋唔可以以惡報惡喎，嗱，唔簡單嘅吓。但係我哋有冇出路啊？當然有啦。所以頭先剛才分享創世記第17章嘅時候，我哋嘅神係全能的神。你受嘅冤屈、攻擊、逼迫，天父知唔知啊？當然知啦。佢幾時會出手啊？喺佢嘅時間裏邊。嗱，講到後邊嗰句咯噃。當我哋面對攻擊逼迫咧，我哋唔可以以惡報惡。再進一步應該點做啊？原來後邊講到啊，佢話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眾人。呢兩句說話咧，好似有啲嘅迷惘啊。咁啊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眾人，即係咩意思咧？最後嗰句就話常要追求良善吓。咁即係從前邊嗰兩句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眾人。你好似咧睇中文咧嗰個嘅翻譯咧，就應該點咧咁？其實喺英文裏邊就更加容易去理解啊！嗱，原來後邊嗰句常要追求良善就話所有好嘅嘢就 both 啦，就係兩者，無論佢係主內嘅，要彼此相待，即係話要追求良善喺主內邊。然後或是待眾人，即係話所有其他人係外邦人未信主嘅，即係話追求良善